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係黃磊牧師，歡迎大家嚟參與我哋呢個叫做認識天麻嘅一個視頻嘅課程。咁今日我哋要傾嘅一個題目呢，係聖公會嘅歷史同埋根源。我哋教會天麻教會呢，係隸屬於澳洲聖公會墨爾本教區，而聖公會本身係一個歷史非常悠久、一個全球性嘅基督教嘅宗派。咁你可能聽過話，聖公會應該係從天主教分裂出嚟嘅一種嘅教會啊。但係其實聖公會嘅歷史呢，其實可以追溯到更加早嘅時期，亦都係叫做初期使徒時期嘅教會，佢哋傳福音去到英國之後嘅發展。嗱，今日咧我就會用3個段落嚟到簡單介紹一下聖公會嘅發展過程啊。咁第一個階段咧，我哋可以去到英國最早期嘅起源，我哋可以追溯到公元第2世紀嘅時候。嗱，當時咧英國仍然係屬於羅馬帝國嘅統治嘅一部分，而當時嘅基督教咧仍然都係一個地下宗教嚟㗎嚇，唔係合法嘅。而喺嗰個時候咧，基督教就已經傳入咗不列顛島，亦即係今日嘅英格蘭地區，係由當時耶路撒冷嘅初期教會嘅使徒佢哋嘅宣教士一路出去傳福音，就傳到去英格蘭啦。雖然咧，我哋喺當時嘅歷史資料唔多，但係我哋起碼有記載嘅，我哋知道嘅咧，就係喺公元314年嘅時候咧，有英國嘅教會領袖或者叫做主教咧，去出席喺法國嘅一個教會嘅會議叫做阿爾勒會議。嗱，呢個講明咗係咩咧？就係英國其實喺嗰個時代已經有基督教嘅教會或者基督徒嘅群體喺嗰度已經係發展緊㗎啦。而跟住咧，喺英國嘅基督教傳統裏邊咧，佢哋就開始發展咗一個本土嘅一個基督教嘅分支出嚟，咁咧就稱為 Celtic Church 或者 Celtic Christianity 凱爾特教會。嗱，呢個咧係一個教會嘅傳統嚟嘅。呢一群體裏邊佢哋非常注重修道嘅生活同埋個人嘅祈禱仲有宣教嘅使命。所以咧，呢個群體當時嚟講係一個非常充滿活力嘅一個信仰群體。嗱，直至到300幾年之後，即係公元嘅597年嘅時候喺羅馬嘅教宗貴格列一世咧，佢先至差遣一個叫做奧古斯丁嘅修士咧去到英國。嗱，呢個奧古斯丁咧並唔係神學家奧古斯丁，係兩個人嚇。呢個係由羅馬教廷正式派去英國去重新去建立教會嘅秩序，或者叫做接收當時嘅教會，將佢納入咗成為羅馬天主教教廷嘅一部分。並且咧確立咗主教嘅制度啦，同埋引入咗天主教羅馬嘅嗰個禮儀。但係當時嘅教會咧，因為喺本土已經發展咗好幾百年，所以仍然保留咗好多自己嘅本地嘅傳統。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咁樣嚟到去理解英國聖公會嘅根源。佢並唔係由天主教去創立或者天主教派人去宣教建立嘅教會，佢係嚟自初期教會，即係使徒傳統嘅嗰個教會嘅信仰，佢哋派嘅宣教士傳到去英格蘭嗰個時候咧係非常早期而喺當地咧開始發展自己嘅基督教群體，直至到好後期。喺公元590幾年嘅時候，先至開始同羅馬教廷嚟到去整合喺一齊。咁去到第二部分啦，我哋可以跳到去咧，就係16世紀。16世紀咧係喺歐洲宗教改革運動嘅一個風起雲湧嘅年代。咁英格蘭咧雖然有一個海峽隔開咗歐洲大陸，但係咧，佢哋亦都被呢個歐洲嘅宗教改革影響，而英格蘭嘅宗教改革咧
佢並唔係一夜之間發生嘅，佢係經歷咗一個漫長、逐步演變，而且係充滿咗政治、權力同神學嘅一個張力嘅過程。嗱，我哋可以從亨利八世呢一個英國國王嚟對講起。咁當時咧，英國國王亨利咧，佢想同佢嘅皇后離婚，然後再婚娶佢一個寡婦嘅阿嫂。但係咧，羅馬教宗唔同意。咁其實呢個就係一連串嘅政治同權力嘅鬥爭衝突。最後咧，亨利咧，佢喺1534年咧通過咗一個法案，叫做至尊法案。咁佢就宣布英國嘅教會本來嘅最高元首咧就係羅馬教皇啊嘛。咁而家佢就宣布啦，英國皇帝先至係英格蘭教會嘅最高領袖。咁呢一個就劃時代嘅法案咧，就正式宣告咗英國教會同羅馬教廷嘅分裂。但係請注意喎，呢個時候嘅教會佢嘅信仰內容同埋禮儀嘅形式咧並冇咩改變嘅，主要係教會嘅領導權從教宗轉移到英國國王嘅手裏邊啫。咁另一個階段咧就去到佢個仔啦，就愛德華六世啦。愛德華六世咧係一位非常虔誠嘅新教徒，所以咧英格蘭教會咧就喺呢個時候所以先至開始咗真正嘅神學上面嘅改革。而當時嘅大主教叫做Cranmer Thomas Cranmer， 佢咧就編咗一本嘅叫做公討書。到今日我哋仍然都係用公討書嚟到崇拜。咁公討書個特質係乜嘢咧？以前喺教會裏邊嘅崇拜咧，天主教嘅傳統仍然都係要用拉丁文。咁即係話一般嘅會眾你係唔會明白呢個崇拜裏邊講緊乜，聖經係講緊乜，係一定要透過神父。但係公討書佢嘅特色就係用英文嚟到敬拜，令到所有參與嘅會眾都明白呢個信仰裏邊究竟講緊啲乜嘢。而且公討書所強調嘅聖經就係信仰當中嘅核心，係最高嘅權柄。所以喺英國嘅呢個改革信仰嘅內容裏邊，佢最重要嘅就係強調唯獨聖經同埋因信稱義，同時咧否定咗天主教佢喺彌撒裏邊所講過嗰個變質説。變質説即係話咧領受聖餐裏邊嗰個餅同埋嗰啲酒嘅時候咧，祝福過之後佢會真係變成咗耶穌嘅身體同寶血。但係咧喺英國教會嘅改革裏邊咧就否定咗呢樣嘢。所以咧其實英國嘅改革咧喺內容裏邊咧係接受咗歐洲新教嘅神學思想。咁再去到另一個階段咧，就係瑪麗一世啦，即係亨利嘅另一個女叫做瑪麗一世，佢繼位。咁佢試圖恢復羅馬天主教喺英國嘅統治因為佢係一個天主教徒，咁佢開始去逼迫一啲嘅新教徒。咁歷史上咧就稱呢一位嘅女王咧叫做血的瑪麗Bloody Mary。佢甚至將嗰一位改革嘅大主教克蘭麥Cranmer 嚟到去處決。咁真正將教會嚟到穩定落嚟嘅係邊一位咧？就係再繼位嘅嗰一位伊麗莎白一世啦。喺佢在位嘅時候咧，佢就去重新去建立教會嘅獨立性，並且咧推行咗一個非常之有深遠影響嘅政策喺教會裏邊嘅政策，就係所謂一個叫做中道立場。英文我哋叫 The Media。中道立場嘅意思係咩咧？即係企喺中間，兩邊都唔好去極端。意思就係話我哋唔想去到天主教嗰種淨係着重禮儀，但係咧我哋亦都唔想去到清教徒嗰種嘅極端，就係廢除一切嘅傳統、一切嘅禮儀，全部要重新嚟過，而係尋求喺一個信仰真理
同埋傳統敬拜禮儀裏邊一個平衡點，揾到一個合宜嘅平衡喺當中。所以咧，佢喺1559年咧重新頒布公禱書，而且通過宗教統一法案，確立咗今日聖公會我哋嘅基本嘅崇拜結構。而最後一個階段咧，就係喺1571年啦。為咗要令到教會有一個好明確嘅信仰依據，咁教會通過咗39條嘅信綱，講明咗咩咧？裏邊有39條，但係我哋可以總結一啲嘅重點。有4個大嘅重點喺裏邊。第一個就係聖經係信仰嘅最高權威。第二個重點就係教會只係承認2大聖禮，就係洗禮同聖餐呢2大聖禮。第三個重點就係拒絕天主教有一啲嘅教義，譬如煉獄啦，譬如教宗嘅權威啦，因為聖經先係最高嘅權威。但係第四個重點咧，就係保留咗傳統落嚟嘅一個主教制度，同埋歷史發展出嚟嘅一啲嘅部分嘅禮儀。呢個咧就令到聖公會成為一個既勇於改革，但係咧又非常尊重傳統嘅一個宗派，亦即係一個又傳統又開放嘅一個信仰嘅群體。第三部分啦，就係跟住去到大英帝國嘅發展啦，喺17世紀，英國成為一個世界嘅強國，日不落帝國。咁聖公會咧，亦都隨着英國嘅殖民主義移民同埋佢嘅宣教運動咧，將呢個聖公會傳到全世界各地，包括北美洲、非洲、印度、東亞、大洋洲澳洲地區。而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咧，佢哋都建立咗自己嘅教省，有自己嘅主教同埋自己嘅治理嘅結構，係自己獨立嘅，唔係屬於英國總部嚟對管理嘅。雖然咧每一個地區都係各自獨立，但係咧佢哋彼此間咧仍然係維持咗喺信仰同埋禮儀上嘅一致。咁呢個咧就被稱為聖公宗共融體，或者我哋可以英文叫做 Anglican Communion。呢個咧就使到聖公會今日成為一個遍佈全世界嘅教會網絡宗派，信徒超過9000萬人。咁我哋今日可以總結一下我哋所身處嘅聖公會教會其實佢唔係單單係一種嘅制度。佢係有着好深厚嘅嚟自初期教會嘅一個根源或者根基，而聖公會嘅內容裏邊咧，堅定嘅相信聖經係最高嘅權威，同埋福音係信仰嘅基礎。而聖公會裏邊一個特色咧，就係一個平衡，佢平衡着禮儀同傳統同埋一個新教嘅神學意義包括聖經權柄呢啲嘅新教嘅神學，而佢更加係有着一個全世界嘅一個共融，但係咧又係好多元文化嘅一個特色。而我哋咧天麻教會咧就係喺呢個傳統裏邊嘅一部分啦，所以我哋唔係一個孤單嘅堂會，我哋係屬於一個歷史非常悠久非常多文化，以基督為中心，以聖經為權柄嘅一個普世嘅基督教群體。最後咧，我提供2個討論嘅問題俾大家嚟到思考下。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聖公會咧，我哋睇到喺歷史當中發展咧，成為咗一個每一個地區都係本地自主管理嘅，但係咧又有着全世界嘅共融嘅一個張力喺嗰度。你覺得喺呢種嘅結構，喺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係一個強勢定係一個挑戰嚟嘅呢？
大家可以嚟到分享一下。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嗱，如果我哋今日聽完咗聖公會嘅簡介，你想向朋友嚟到簡單介紹一下聖公會嘅歷史裏邊嘅特色嘅時候，你會揀邊一段內容嚟到去解釋俾人哋聽咧？你點解會用呢段嘅內容咧？我哋大家可以嚟到去分享一下。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拜拜。